最近这南部天气是真烧热，体感的温度呢，甚至是来到36度。伫咧小琉球在地，这坐乌托邦的业者，为着避免游客伫咧骑车的时，互这乌托邦椅去烫着，所以全拢甲掀开，这也引起民众的讨论。一排乌托邦的椅垫仔拢拍开，有的搁铺一层白色的垫仔。因为天气伤烧热，小琉球的机车业者惊坐乌托邦的游客坐起来去烫着，造成游客受伤。各间业者只要机车停伫外口的，就一定会甲椅垫仔掀起来，避免直接曝日降低温度。袂种啊，人家啊，你骑较袂烧啊。较袂烧哦，佮风止了啦吼。系啊。小琉球遮日头也遮大条啊。上热的时阵几度啊？拢30几40度。规排机车拢拍开椅垫仔，真做小琉球当地奇景。不过业者建议，若有私人的物件，人离开乌托邦就爱随身载咧。嘛有网友讲，会当放一条布仔伫车厢，若椅垫仔烧会当处理，拄着落雨嘛会当摕来拭。因为南部地区这2天日头足炎，游客到小琉球佚佗嘛是拢感觉烧热，为了规气酸水上的活动了后，就想要走转去饭店休困。就不要正夏天来，正夏天来好热。以前有来夏天来过吗？对啊，就很那时候几乎都要。你去海里玩完之后，你就只想回民宿吹冷气，就不会想要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。哎，没有看过他们这样把椅背那个掀起来这样子，很多都这样子。很多这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样子那个椅背就不会那么烫。根据气象署资料，一直到拜3前拢是出日头的好天。南部地区天气拜1、拜2 29到33度，体感温度上悬到36度。呼吁民众爱食补充水分，拜4风面通过，才会变做乌阴会落雨的天气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